继续来看咱桃园国际机场第3航厦北边的这个登机大厅，今仔日是试营运，头批旅客其实拢真欢喜。因为这个登机大厅呢，其实伊是为第2航厦又搁搭过来，拢总是有8个登机门。试营运头一天，这华航、商务甲中营各一航班拢有来参与。候机室用感觉红色的设计，活泼够流行时尚的感觉。长738公尺、宽13公尺的第3航厦北登机门廊厅，初日试营运。第一天，华航、长营加商务拢有一航班飞日本札幌加泰国曼谷，差不多有968位旅客参加第一遍试营运的使用，大家拢感觉袂歹。很幸运，然后看到新的登机口，觉得超级兴奋。我觉得很漂亮，然后很宽敞，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台湾又更美了。这样，现在变很宽敞，进来蛮舒服的。因为之前旧航厦，我觉得天花板太低，会觉得很压迫。虽然今天从第2航厦进来有点远，但我相信之后第3航厦那个大门启用之后，应该就会更方便一点。第3航厦开放式的候机区，搭配规片的玻璃帷幕，一个室外热日头的翕相室。旅客伫咧等飞机时阵，也会人看外口的班机作业加飞机起降，椅仔下骹要插座会当互手机充电。旅客学路看起来有更加国际化的感觉。今天是试营运的第1天，未来我们还有一段时间，希望能够收集到更多旅客的意见。正式启用的那一天，我们希望做出最好的服务。第3航厦北廊厅自第2航厦第10登机门阁延伸出去，自第17到第18，总共8个登机门，会当互桃园机场搁再增加1年580万人次的旅客处理量。桃机公司讲，试营运的期间已经无共时段加出入境航班的安排，来检验各项设施的妥善度加作业流程，也会收集航空公司也有旅客实际感受了。伫年底正式启用进前，做更加好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